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阁将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，咱来讲俗语话、日客仔话、典句接下句的，加减减，拢有迄落较条意构想、较棘头壳、较技巧的所在。你像讲两角走五线，你讲到这角五，这就讲话音的嘛，各种枪在咧激励嘛。走一角5分转来。两角走五线，毋过话音，互你想着讲，我对你已经有角五，你感情拢甲我欺骗，角五，共一个音两款解说。过来，国正啊，你这定咧讲无稀罕啊，敢有搁较热的？有咯，有一句吼，大家品无气客的吼，讲叫做金斗入水。简单讲啦，咱台湾人呐，过往去囝儿孙啊，有捡骨这款的风俗，捡落来放在金斗甕内底。啊，咱知影讲，甕仔内底若入酒，就是激酒。国正啊，这句吼听起来有影真激骨呢，无毋对，日客仔话就是要你接激骨。酒入伫甕仔底内底有做激酒。啊，若金斗甕内底入水，哇，去激到啥？激到骨头哩。吼，莫讲这啦，无要紧，国正啊换一句吼，原来甲水有牵连呢。日客仔话典句接下句的，讲到这浸水面洗，要互你接两字，倒两字。咱先来讲一句俗语，讲金芳无好势，金价无好大家。叫人讲金事看办，唔通食紧弄破碗。咱知影讲过去咧织布爱先芳势，芳势这个动作爱芳互功夫，芳互招纹，后壁咧织布才会顺势。毋过若面洗去浸水咧，哇，安尼要芳势的时阵就歹芳啊呢，歹芳。国正啊是咧讲吼。去迄个便利商店买到的芳过期，毋通搁食呢，或者歹芳俗，毋是啦，是咧讲吼代志真歹解决，真歹料理，真歹烦恼，或者歹芳啦。甲水有牵连的，客仔话，过来讲一条，来讲海灵王吸水。海灵王哪有可能会吸水？海灵王是纵观水面的呢，无毋对。所以毋只即句咧客仔话，国正啊为单独跟他捌伫咧酒宴中听人讲过。讲来啦，国正啊，啉啦，唔通，我无学啊！海灵王吸水，假细字啊！吼，这就是咧劝人食酒的时所讲的话。这几句拢是甲水有牵连、民间流传的日客仔话，有较激骨，大家品无气客的，莫见怪。咱是咧研究台语艺术技巧的所在。